地土土行法门，都是上道宝剑法门，不坏疑惑解脱法门，欲断饥饿精诚法门，欲愿清净莲会法门，不会三业无生法门，用尽世事不空法门，心性清净不异法门，去除所有不地法门，一切不害本性法门，化世喜的自性法门，不会他人坏习法门，不许他人自称法门，一灭三道法门，终不虚妄真实法门，不分彼我色来法门，不要有意起色法门，都说受因无正法门，不许平等因正法门，有缘众生具足如是无量法门，行持法门观心不坏，一段法门色不三分，身主法门色须起悲，心根法门不认分，心根法门不设三门，灵根法门三照道业，灵根法门色心正道，慧根法门观无常通，心理法门月末为是，经理法门一息不乱，念力法门为成往生，定力法门灭众幻象，慧力法门周旋往能，精确法门即行佛道，真理法门带得三昧，精细法门不要离分，愿诸众生心具菩萨摩诃萨如是等八万法门，清净普度全化全心悉度众恶法门，自主生出真受成慧之人，尽现众生舍念来自第一生佛坛出人真理法愿心相应自性无地落地归依世界。